续关心，台积电宣布要扩大伫美国投资投入1000亿美金。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伫昨昏时批评讲，安尼施做美国会摕到咱的技术人才，对台湾到底是有啥物款好处？也让总统赖清德是表示，台美双方是互惠双赢，而这当互咱台湾高科技的关键地位徛甲搁较在。 高雄市府环保局初5召开台积电扩大器高雄 PCP 厂宽屏大会，落尾审查通过，后续会使开始执行相关的起厂程序。对于外界烦恼讲台积电开1000亿美金投资美国，就惊影响到高雄厂的计划。对此，台积电表示，目前伫台湾的投资计划未改变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，未烦恼台积电变做美积电。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，怎么样美国伟大，台湾也伟大，创造双赢啊！这个就是我们外交上面那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 可是你会发现说，有一些人哦，他们就会把它讲成说是好像啊，我们这个台积电被美积电啊。那我想台积电哦，他们应该也会对外有所说明，哦，怎么样能够技术深耕台湾，哦，产线布局全球。林佳龙表示，川普的外交风格就是美国优先，也拿台美的共同利益大，会使创造双赢。也呼吁即阵若亲中义美，颠倒是无明理。不过国民党反问总统赖清德，美国得到生产技术加人才了后，台湾是摕到啥？台湾 失去了生产基地，台湾失去了研发中心。更严重的是，有多少重要的人才即将赴美？政府为什么没有站在前面，躲在后面，让台积电自己去面对这样的风口浪尖？ 今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党内中常会重新强调，台湾各界拢咧看川普新政，执政团队绝对会伫互惠双赢的关键之下，互台湾伫全球高科技产业真重要的关键地位徛好在。我们审慎拟定对策，端出产业以及财经方案，按部就班，做好最妥适的安排。对于某一些无谓的批评，我必须重申：面对变局，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，特别在于国防、外交。 国际经贸事务更是如此。劳动部也表示，台积电未来对台湾的投资计划未受影响，代表本国的劳动市场都未有人才流失的问题，也会创造就业机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